我叫陳傳華牧師，我係播道雅根堂嘅創堂牧師。喺世界上7000幾種語言當中，有超過2000種語言係冇書面文字，只有口語，仲有好多都係冇聖經。好多時候呢啲族群根本冇辦法聽到神嘅話語，以致整一代嘅人都失落喺救恩之外，因為佢哋從來冇聽過耶穌啊！傳統上呢啲語言群族嘅聖經翻譯工作通常需要幾十年嘅時間，但係而家神賜俾我哋一份不可思議嘅禮物——口傳聖經翻譯，簡稱 OPT。藉着口傳聖經翻譯，我哋而家可以喺短短1年之內，將聖經中一卷福音書直接翻譯成呢個口述語言嘅語音版本，而過程中係完全冇需要文字。呢啲係有史以來第一次，整個社群都能夠喺有生之年用佢哋自己嘅語言聽到神嘅話語，呢啲實在係非凡嘅創舉。誠意邀請你嘅教會參與 Gabriel 計劃，就係 Get Audio Bible Recorded in Every Language。我哋嘅目標係喺2033年之前，將聖經翻譯成世上所有其他嘅語言。我哋邀請你全教會支持一個口傳聖經翻譯嘅計劃，承擔呢個咁重要嘅大使命。呢個唔單止係一筆嘅捐獻，更加係為眾多生命帶嚟恆久嘅轉化。嚟參與我哋 Gabriel 計劃啦！願主祝福你。